哎，为什么到我就没有上场音乐了呢？OK， 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第7场比赛，也是一场8个回合的超重量级168磅的 WBO 大中华金腰带争夺战。大家已经看到2位选手站在台上了，蓝角是来自山东潍坊的董超群，从权力联盟开启职业生涯以来，他目前的战绩是5胜1负3次 KO。伴随联盟的每一场比赛，董超群都在成长。红角是来自新疆的伊丽莎提亚里瓦尔，在权力联盟的第1季里，伊丽莎提用他的重拳横扫千军，6场比赛全胜，而且5次 KO。相信这样的2位选手在台上的对决，一定会是让你热血沸腾的金腰带之战。再看一下我们台中间，这条就是 WBO 特别为我们颁发的超重量级168磅的大中华区金腰带。一会儿谁能够带走这条金腰带？这场比赛会不会又像之前场比赛一样，打不满8个回合就决出胜负呢？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再一次期待一下2位选手的精彩表现。1、2、3 ，OK。好吧，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请撤场，我们把拳台交给这2位即将争夺这条金腰带的选手。再次介绍本场比赛的主裁是索罗卡维昆，边裁是索朗佐耶波长、麦克苏曼以及丹瑞克斯参大赛。One more again, follow the rule. Don't do any foul. Obey my commands all around. When I stop, you stop. When I say break, you one full step back and protect yourself all time. That's close. 直接走。第1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巅峰对决啊，将会再决出一条金腰带啊，就是 WBO 大中华的金腰带。那么这场比赛将会进行8个回合，由董超群对阵伊利夏提。这场比赛跟上场比赛一样，这2个人也是2分战，之前打过一场。上一场的结果呢是董超群呢第2个回合被伊利夏提呢一个腹部重击呢击倒，形成了一个 KO。这一场看看他能不能完成一个复仇之战。董超群绰号叫龙旋风啊，1994年出生，他的主要打法就是这种防守反击，而且他的拳比较的硬朗。是，这2个人的重拳都不是盖的 ，KO 力都比较高。伊利夏提的绰号叫低调男孩啊。这个伊利夏提的这个性格啊，非常的内敛。彬彬有礼。董超群也不错，是来自前山东队的选手。伊利夏提呢是前新疆队的选手。能感觉到这2个选手在第1个回合啊打得没有那么的凶，也是在试探对方的一个实力啊。对，因为他们的可能技战术安排呢可能会更稳重一些，毕竟这是个8回合的决战。不会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潘金祥和林永才的那场比赛，上来打的就非常的激烈和精彩。那一场2个人打得非常有情绪，但是你放心，这2个人如果真的拼起来的话，也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精彩。对于中量级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种 KO 率啊，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轻量级的要高一些？是的，这个级别的拳非常的重。对选手的抗击打呢，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然后你看到了，伊利夏提的左手的勾拳非常的重，很有力量。是。他的主教练还说把拳压低了打。对。重心压低一些呢，会更稳定，他的发力呢会更充分。
这样的话他的落点也会更加的准确。是的，漂亮，漂亮这几拳，伊丽莎提的这局，连续的组合拳啊。对，伊丽莎提的组合拳连续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我曾经看过2012年他的一场业余拳击比赛，3个回合几乎没有停顿过，疯狂的进攻。说明这名拳手的整个的素质，包括他的技术和力量都很好。是的。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打得比较有技术含量。但是我觉得伊丽莎提呢，他的主动进攻呢稍微多一些，而且也有一些效果。第一回合呢，他个人认为呢，他稍微占一些优势。伊丽莎提他的拳风就是这种连续式的进攻啊，一旦让他找到这样的机会的话，他就会不停的出拳。一旦释放出来、爆发出来的话，会暴风骤雨一般。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董超群的话呢，还是心里面有一些压力的，所以他打得非常小心。对，刚才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我就看到董超群他那个眼神，尤其是当伊丽莎提进行猛攻的时候，他还是比较怯的。是的。其实这对于拳手来说，这个心理素质，尤其是第一个回合，那么怎么样在第二个回合进行一下扭转，而且还有就是，这对于他们的比赛经验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是的，没错。第二回合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8回合的中量级的比拼啊。是的，两个选手无论是技术运用水平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比较成熟的选手了。能感觉到伊丽莎提的这个脚法啊，这个脚步的移动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比较灵活。对，伊丽莎提很灵活，在这个级别来说，她的移动、她的速度都算是比较快的。这应该是他的优势。对，能看得出来，伊丽莎提一旦冲起来，这种冲击力、这种重拳的这种杀伤力非常的冲，对董超群是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威慑。董超群的脚法没有伊丽莎提的这种移动速度快啊。是，董超群呢在找单拳的迎击反击，你看他单拳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找机会，他就在找迎击，找迎击的机会。董超群一直在用刺拳进行试探啊，对，在破坏对手，干扰对手，干扰对手的现在这种节奏很重要。是。一到了中间距离呢，董超群就会抱住对手，不让对手冲起来，不让对手拼起来。他的战术思路是对的。你看他在拼命的在抱住伊丽莎提。是的，在这一回合，伊丽莎提明显是占据上风的。这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也会给裁判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没错没错。这对于裁判很重要。哎，刚才的那个拼起来了啊，对，董超群打的还是不错的。对，有一个前手摆拳打得非常清楚，但是伊丽莎提呢马上给了一个还击。他的教练一直在场上打勾拳啊，这几拳还是很到位的。是。漂亮。有的时候教练在场下指导拳手的时候，对于拳手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为什么？因为他在场上的因素很多。对。比赛要专注，而且要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还有就是教练的战术布置，在这个时候如何的运用。对，他可能有的时候想执行，但是场上的形势呢又不允许他马上去执行，或者是会受到一些破坏，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需要选手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和成熟的一个经验。我
我们说所有的竞技比赛啊，都能体验出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素质，但是我觉得拳击这项运动，这个心理素质更加的重要，对于每一个拳手来说。对，心理素质对于拳击呢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项素质。对，你的技术再好，你的体能再好，但一旦是你的心理崩溃了的话，那什么都发挥不出来。还有很多拳手啊，他是属于那种人来疯式的，一旦到了拳台上之后，他就会超常的发挥。对，我们把这样的选手叫做比赛型选手。他平时的训练呢，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庸的选手，但是一旦上了拳台，他就会肾上腺素迸发出来，他所发挥出来的水平呢，可能远远高于他比赛的训练的水平。这样的选手就属于心理素质超强啊。对。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三回合应该是第三回合。第三回合的比赛。对。说明前两个回合打得相当的精彩啊。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对，这两个人的比赛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对。虽然呢，董超群呢总是过多的这个搂抱，但是这是一种技战术的运用，这是对的，这是没错的。可以节省一下体力啊。不，它主要是化解掉对手这种冲击力，对手连续的拼打。因为他中近距离的拼打能力是不如伊丽夏提的，所以他一定要用这种战术，打破他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对。刚才董超群的几记单拳呢，都有效的击中了，表现得不错。伊丽夏提属于那种猛打猛攻球的拳手啊。对，但是董超群呢不给他距离，只要你冲起来，我就各种腰部的动作和搂抱的技术来防守，不停的向后退啊。对，刚才伊丽夏提有一个后手之拳打中了。你看董超群这种低头防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距离完全被破坏掉，是因为你抓不着我。对，我不给你击打的距离和目标，还有角度。这是一场8回合的超重量级的比赛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决出 WBO 大中华的金腰带。是。现在已经来到了第3个回合。董超群在压伊丽夏提的头。现在伊丽夏提把董超群逼到了一个围剿。是。董超群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能感觉到他头脑很灵活，在场上。对，扬长避短，我一定不在我这个处于劣势的方面跟你去对抗。你看，马上要搂抱住，很聪明。但是对于对手来说，伊丽夏提啊，由于他不停的步步的紧逼、压迫式的打法，他的体能消耗来说就比较大。是的，但是他平时的训练呢，一定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风格，所以平时的训练的话，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训练的，所以我觉得体能上问题可能不大。哇，这一击打中了，很漂亮。两个选手还非常的友好，到最后的时候哈。两个人都打过一次了，而且打过之后，下面两个人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我们通过画面来看呢，董超群呢可能体能上反而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毕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那么董超群这名拳手啊，他从事这个拳击啊，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跟伊丽夏提比，伊丽夏提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对。把节奏拉一下，好吧。这个董超群无论从训练年限方方面呢，还是比较年轻的。两个人年纪都不大，都很年轻。
现在第4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董超群的在场上的节奏把控得很好，对，始终在控制这样一个距离，在瞄着你。这种距离一旦控制好的话，不但能节省体力，更重要的是也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对。能感觉到这两个拳手啊，体力还是不错的。是的，两个选手比较成熟，技战术运用节奏的控制呢比较好，不会像刚才潘金祥和刘永才那样，两个人打得也太血腥了。这两个选手打得相对来说比较冷静啊。对。所以说，如果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的话，能打满8个回合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两个人绝对没问题。但是他们这个级别，包括这两个选手的重拳的水平的话，随时都可能会出现意外击倒。这个时候就考验这两名选手在场上的这个注意力了。对，有的时候注意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集中，被对方偷袭了，可能就会有 KO 的情况。是的。伊丽夏迪这名拳手啊，还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啊。是的。在北京待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啊。那么不论是他的拳风还是他的人品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对，这个小伙子非常的谦逊，彬彬有礼。董超群这名拳手，他的主要风格也是打这种防守反击啊。对，打防守反击，打控制，打迎击反击。也是一个技术型的选手，但是重拳的威力却不弱。其实，在场上能够控制自己的同时，也能控制住对手，这对一个拳手来说格外的重要。是的，这种控制能力很重要。但是董超群不停地来破坏对方的节奏啊。对，他用很多的各种的边缘战术，包括搂抱，包括压制对手。说明这两个选手的这种技战术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对，更全面、更成熟一些。所以说，一名优秀的选手就得靠他的智慧，靠他的战术，靠他的意识，在场上很多的综合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能看出这个拳手究竟是否优秀。是的，没错没错。现在即将进行的是第5个回合的比拼。那对于两个选手来说，我们能看到现在放的是之前的精彩画面。这场比赛呢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的啊，这也是一场水火交融的全力之战。那么这也是2015年9月全力联盟开赛2个赛季以来啊，首次走出上海滩来到了北京啊。那么这场比赛也将会决出 WBO 大中华金腰带的冠军。双方的对手是董超群和伊丽夏提。现在已经来到了第5回合。对，赛程过半了。前面的比赛呢还是比较焦灼。那么伊丽夏提呢，在进攻上呢是更加主动一些。伊丽夏提是属于那种在场上步步紧逼型的啊，压着对方来打。对，进攻型的选手。对，连续的进攻。对，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对。董超群一直打得非常的冷静啊。是，董超群呢就是控制型的防守反击，相对打得比较理性。对。
漂亮，漂亮漂亮！一旦拼起来的话，这个董超群绝对是拼不过伊丽夏提的。他只能是打单拳，然后防守，再打单拳，或者搂抱住。看，他如果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的话，他还是伊丽夏提拿他还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是的。他如果一冲动，如果跟他打对攻的话，就危险了，就危险了。因为只要你一打对攻啊，他就把你抱住，要不然的话就让你打不到。对。伊丽夏提的教练一直在说不让他抱，不让他抱。嗯。漂亮，漂亮！哇，伊丽夏提要冲起来，这个董超群就麻烦了。伊丽夏提的脚步依旧是那么的灵活和犀利啊，凌厉的脚步啊，是伊丽夏提的法宝。是。哇哦，这两拳非常的危险。时间也在1分1秒的流逝啊。伊丽夏提加强了一个攻势，一个进攻的节奏。对于拳手来说，在场上他可能由于对对方的了解，他也会改变一下这种技战术的打法。哦，对，现在董超群跟他非常的被动，虽然没有太清晰、太明确的一个击中，但是非常的被动。这个回合裁判一定会给伊丽夏提的。哦，眼角撞开了，伊丽夏提的眼角两个人撞了一下，好像是刚才伊丽夏提在冲的太猛了。对。现在已经来到了第6个回合，对于两名拳手来说，体能已经消耗了一些，那么接下来就真的就在看两个人的技术，是，包括他们的心理素质。是，我估计啊，伊丽夏提的进攻可能会越来越猛。哦，恰恰相反，董超群打出了几记很有力的进攻，而且效果不错，打的伊丽夏提是汗花四溅的。哇，这一拳非常重。对伊丽夏提来说，他现在的打法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了，因为董超群已经知道他是如何进行进攻，如何连续出拳。两个人其实都非常了解了，董超群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一直让他冲不起来。因为你一冲我就躲，你一冲我就跟你搂抱，对，破坏你的进攻的节奏和距离。相对来说，对于伊丽夏提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做出一些技战术的改变了。如果你再这么继续的单独的这么冲的话，对他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是。这个愈发太大了，对，他发力太大了。刚才那拳打空了。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
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能感觉到董超群打得相对的冷静，而且比较有章法，是一张一弛啊。那么对于伊丽莎提来说，他在这个回合并不太占优势。因为开始的时候董超群的几个有力的进攻呢，打得非常清晰。董超群的这个防守啊，战术还是很成功的。我们来看一个细节，董超群的眼睛啊，他一直在盯着这个伊丽莎提，是的，盯得非常的紧啊，这也能看出来。刚才一个连击啊，两个人都挨到了，很重，很危险。董超群的眼睛里都露出了一种杀气。是。其实有的时候拳手的这种眼神也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是的。这个回合结束了。接下来马上进行的就是第7个回合啊，这对于两个拳手来说，考验也是越来越大了。对，很关键的后2个回合，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太明显的一个优势，还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呢，伊丽莎提的进攻呢会更积极、更主动一些。他的击打呢也更多，但是呢，这种特别清楚的重击呢比较少，所以没有给董超群造成一个实质性的威胁。对，董超群打的还是那种相对比较冷静的，对，他知道如何运用他自己的战术在场上。对。董超群这名选手从小都非常喜欢拳击啊，而且他的偶像是泰森啊。但是他对技战术运用的特点呢，跟泰森就有点相背甚远。对。我们忘带护持，这是裁判的一个失误。好，现在进行到了第7个回合。董超群的这种冷拳呢、偷袭拳呢，成功率非常高。能感觉到这名新疆的拳手伊丽莎提体力特别的好，因为从第1个回合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在那儿移动啊、进攻啊，脚步要很灵活。是的，对，体能非常的强。对，那么董超群的体力，包括他的脚步移动没有他多，所以说在前面几个回合当中，他的体力相对来说节省很多。对，消耗的比较少，出拳的频率也明显要少很多，基本都是以偷袭的这种单拳为主，所以会非常节省体力。他更多的体能可能都是用在防守、距离的控制，包括搂抱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他俩绰号应该调过来啊，因为董超群的这个绰号叫龙旋风，可是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没有看到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像旋风一样的出拳，反倒伊丽莎提啊，绰号低调男孩，他俩是调换一下这个绰号的话，对于这场比赛来说还是比较贴切的。这个伊丽莎提的后手拳的愈发还是比较大。来到第7个回合了，这两个拳手啊，他的移动脚步跟前几个回合比啊，明显下降了不少。是。这个董超群的表情貌似有点艰难，心里可能有点发虚了。是的，体力消耗比较大啊。是。哦，这个前掌之拳打得蛮重的。这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漂亮。这个董超群偷袭得手之后啊，他这个还是没有坚决的继续打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所以你看他单拳打中了，
那紧接着他伊利夏提反扑上来，他马上会搂抱，显得比较被动。这个在裁判的印象里面是很不好的。但是这也是跟他的这个训练有关，也许他在他的这个训练的体系当中啊，他可能就对遇到这一块的时候比较薄弱。对。所以有的时候说，一个拳手在拳台上的这种展示，跟他的训练是息息相关的。是的。你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下面无论是教练也好，还有很多拳迷说，再来打2拳，再来打2拳，就可能这种连续拳的出现，就可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可是那几拳很难出，为什么？就因为他在训练当中没有训练到。是的，是的。平时训练养成的一个习惯非常的重要。对。这也就是欧美选手跟我们现在中国选手非常大的这个区别。你看，在帕克奥打拳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那种暴风骤雨的那种拳风。对，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意识和整个技术水平，它都是跟你平时的训练息息相关的。平时的训练就会培养成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这种心理上的一个魄力。对，那你平时训练养成的习惯的话，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连续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现在是最后一个回合，董超群在最后一回合要反扑了，因为前面的确实比较被动。是滑倒了，地上有水，滑倒了。这个回合啊，这两个拳手来说，都会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啊。是的，伊利夏提冲的比较猛啊。对，然后这个董超群的这个下潜呢有点过低了，失去重心了。对于伊利夏提来说，他知道这是最后一个回合了。对，无论如何啊，对，要把他自己的那种拳风啊，要把他自己的那种套路，对，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对，他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冲起来，想冲垮对手，冲垮董超群。董超群呢也会一如既往的去破坏他，去搂抱，去破坏距离，想方设法的去防守好，然后打冷拳那种偷袭。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其实都非常清晰。伊利夏提刚才这几拳打得不错，是有一个清晰的后手的击中，但是不太重，发力没有完全发出来。很艰苦的一场比赛，尤其现在董超群的话还是比较被动，因为伊利夏提不停地在追着董超群。伊利夏提的这种气势啊是非常坚决的。他们两个你一拳我一拳，两个人在互相的拼重拳。但是董超群的表情非常痛苦，他的体能已经到了极限了。现在还有45秒。你看伊利夏提的连续可能还是这样的强。对伊利夏提来说啊，只要让他打出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对，他可能就会打得很疯狂。是的，伊利夏提的体能没有丝毫的下降的感觉，还在不断的冲击。漂亮！刚才一拳打空了。这两个拳手真的是最后一个重拳轮空，两个这场比赛打得意犹未尽的感觉。是的，非常精彩的比赛啊！是的。伊利夏提这名选手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对，他的进攻的欲望太强了，这个在拳击台上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激情的。这种激情也能点燃现场的观众朋友。对，这是观众会特别乐意看到的。观众特别喜欢看那种对攻型的，无论是阵地战你来我往，还是说那种脚步移动很快的。是这样，如果
比如说今天董超群，他的这种防守反击如果运用的更加出色，非常的漂亮，像拳王梅恩瑟一样，那么毫无疑问呢，大家会非常的欣赏。但是如果显得比较被动、比较消极，甚至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踉跄啊这种感觉，甚至有一些犯规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是观众或者是专业的拳迷所欣赏的。让我们来听听最终的比赛结果。最有感触的是，因为从胜利世家开始做全力巅峰、全力之战、全力之战1、2，包括全力联盟所有比赛以来，王厂长是每一场比赛的主持人。我在这个拳台上已经超过主持了400场拳赛，各种的。所以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一个一个拳手他们的成长。说实话，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我们的本场比赛的来自山东潍坊的董超群，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路走来进步非常大。大家也看到了，董超群靠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自己的战术结合，包括配合他自己惊人的体能训练，最后在我们排山倒海的重拳的安利瓦尔伊利夏提之前完全撑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宣布一下比赛的。其实这个比赛，大家其实我不需要知道全年，因为所有人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是要说一下3位裁判的打分，3位裁判的打分分别是79比73、79比73以及79比73。本场比赛的获胜者，金腰带的得主 ，The belt goes to Red Corner 伊利夏提吴志力获胜。那最终呢，裁判还是把胜利呢交给了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呢，通过他一往无前的这种冲击力啊，争夺到了他人生的第1条金腰带。是的，那么对于他来说，那么这也是一个起点啊，是很好的一个起点。伊利夏提在整个的这几个回合比赛当中，他打的确实比较出色，尤其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时候。对，主要是他更加积极主动的去进攻。那虽然呢，他没有给董超群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和重创，但是裁判呢还是更倾向于他这种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一个态势。为我助威的所有好朋友们，谢谢，谢谢。伊利夏提也非常的激动。这只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第一个起步。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奉献出最精彩的比赛。谢谢大家。在最后，我要感谢在举办方胜利世家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我的团队田家军，谢谢，还有我的俱乐部的同伴们，一起进化拳馆的朋友们，都谢谢你们。谢谢奶奶，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伊利夏提的家人也来了。是的，真的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人。是的，刚才伊利夏提说的这番话特别的真诚啊。是的，发自内心的。10年磨一剑，这是付出无数的汗水、泪水和血水的结果。家人的这种支持和理解，才让他走到了今天的这个赛场，拿到了实至名归的金腰带。是的，包括他背后的团队，很多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大家知道，我们伊斯兰教的朋友们。